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2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继续来关心金华城这个案要继续伫咧探。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甲前副市长彭金星涉嫌贩收乌西钱甲道理等等的罪嫌，去互刑衙禁见。因为检方的举证无法度认定郭文德犯罪嫌疑重大，所以台北地方法院透早是裁定郭文德无报请回，也那彭金星是羁押禁见。郭文德伫透早3点外行出地方法院，看到是真忝。伫支持者的包围之下，伊讲这2天是受尽压迫甲凌迟。伊嘛强调讲，伊并无介入金华城用这类的代志。今年为民众大声欢呼，郭文德的看守陈佩琪总算放心，激动甲流目屎。甲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等主要干部，大家揽做伙。透早3点外，郭文德行出地基，看起来正忝，表情正严肃。现场的小组心情拢正激动。不要分了！现场有淡薄混乱，郭文德感谢支持者的等待，也积极司法单位若是感觉有问题，会当甲伊传讯，无需要一透早出动搜查台湾主要在野党主席的徛家加党部办公室。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在这2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郭文德讲，自检察官这2天的方式，已经知影因的态度明确，也感谢法官将所有压力拢打起来，强调伊无干预金华城案。所有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840% 容积率，其实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再转送都委会，就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我完全没有去过问，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法院表示，郭文德并不是都委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本身也无相关专业，伊主张信赖专业性，而且多数决的都委会决议。检察官的举证无法度认定郭文德犯罪嫌疑重大，所以裁定无报请回，会当告控告。民众党时发声明，讲会为捍卫郭文德的清白奋战到底。不过案件也未结束，北检将会提控告郭文德被指控的几多件案件，也拢已经开始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现那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法院今仔日透早是裁定羁押禁见。裴金星会互送去台北看守所。现那台北地方法院表示，裴金星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第1项第4款的对管理或者是监督的事务多例罪，犯罪嫌疑重大，有相关的事证，上轻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裴金星、应晓薇甲沈庆京等人之间的联络，甲行为等等，要待检方来厘清，有羁押的必要。那裴金星的律师讲会提出控告。我们蛮讶异这个结果的，我们会看告。洪父身体状况跟他心情，他可能自己也蛮讶异的这个结果，对。他身体状况，身体状况，刚刚看他蛮难过的。那另外一件受到关注的政治消息，也就是基隆市长贾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就要投票。昨昏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甲前总统马英九拢有去基隆，甲贾国良徛台表示支持。大家迎接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到位，因为郝龙斌随意跳广告暖当地表示，陪基隆市长谢国良斗阵参香，也替伊加油。因为国民团体发起谢国良的罢免案，国民党连续有重量级党内人士来到基隆为谢国良徛台。谢国良强调，市府拢是依法行政，也希望拨动伊的罢免票用冲关。10月13号要面临这一场选举的投票，所以再一次的要请我们的好市长来帮国良加持。郝龙斌认为，包含细群代理公司乌西前市府官员的案件已经起诉，司法的胜诉显示罢免理由已经无存在。不过，前基隆市长林佑昌是批评谢国良的执政表现正是罢免案的源头。谢国良必须要提出政绩来回应市民，若无对着基隆发展是无帮助的。
谢国良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有超过4万人的基隆市民站出来联署，要来对他进行罢免。他应该真正的来好好的面对基隆市民对他不满的点是什么，到底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罢免。谢国良真的从来没有在乎过市民的需求是什么，市民需要的并不是一台会抛锚的机车，更不是随意铺设的人工草坪。发起罢免案的国民团体是希望国民党会使好看一下市民提出的罢免理由，莫甲他摕到东华商场案件甲厂商的纠纷来暗看对市民的伤害。柯市长被检调约谈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对台湾对于台北市绝对是一个折伤。我当初捍卫金华城市民权益这件事情，现在证明这是我一个光荣的印记。除了罢免案，各界也关心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遭到关押禁见的后续效应。对此，郝龙斌是讲，郭文铁的行为已经让台北市受伤，所以感觉有点仔遗憾。对着是不是希望郭文铁全身离退，郝龙斌是回应讲，尊重法律，祝福伊。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年的第11号风台，伫昨昏暗时8点，增强做轻度风台摩羯，所来可能会向西北部。西北边往李宋岛北部，也阁有巴士海峡来行。咱来看云图。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为明仔载开始到拜四，遮方边的北部、东部，也阁有恒春会有局部的阵雨。也若中南部过道会落雷公雨。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有11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也若嘉南、台中、甲嘉义县是黄色的灯号，各地高温普遍拢是33度至36度，也若伫新竹以北，有的所在甚至会到37度以上。提醒民众若是要出门，水都要加啉寡，唔通流沙。每一年若到热人，都是苦瓜大出的时期，不过前一阵因为连续落大水雨，致使大家的苦瓜必开。全咧烂去，连叶仔嘛烂去，产量敢若剩一成。有农民讲，永过就算是风台来，嘛毋捌烂甲遮尔食力。因烦恼讲，敢是这雨的 pH 值伤过酸来造成的？小可黄一点啊，就袂使卖啊，就断掉啊。规涂骹拢是黄去甚至烂去的苦瓜，农民看了是真无奈。拄着连续几啊届的大水雨，一片面积大约2公顷的苦瓜园，9成的苦瓜拢必开变黄，连叶仔嘛拢打起，估计损失超过30万以上。这种雨吼，降下去含叶嘛破，叶破去含苦瓜就面顶无叶通保护啊，苦瓜本身受到伊的雨水冲刷哦，全特别不了，都有够侪影响的。逐年若到热天，苦瓜就准备要大出，不过今年才拄开始采收，无偌久就受大水雨影响，苦瓜拢强被害了。已经伫大家种苦瓜过2年的农民讲，因过就算是风台来，嘛毋捌损失甲遐尔严重，认为可能是酸雨造成的。捌做风台嘛，捌定拄着啦，落即边雨了后，规个。阮是讲选鱼啊，落2遍尔，叶啊规个拢全打去安尼。农民讲，目前当地青苦瓜受损上严重，白苦瓜因为拢有包起来受损较少，不过青苦瓜普遍拢已经败残，恐惊爱规片扣起来订正。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斗3工补贴损失，互会当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接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提升每期肺癌患者的存活率，健保署按算伫10月份开始扩大给付标靶药啊太吉沙，效用的对象为第4期扩大到第3期，一年增加差不多4000人会当受惠，一个人一年会当省100多万的药费。若健保的支出会增加41亿至50亿，一年的支出差不多是80亿。会创下健保的历史上，高一个药品一年支出上济纪录。来看联合报，咱台湾每一年有1000多个济岁人自杀死亡。国卫院最近完成头一篇研究精神甲身体疾病对济岁人自杀的影响，结果发现讲，若会当避免失眠，会当降低自杀的比率18%，也过来是忧郁症15.7%。再来看中国时报。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
英国各大教育工会强烈呼吁政府，都要取消国校4年先发表的这个考试，而且简化6年统一测验文法题型。教育工会讲，目前考试的制度会让学生无必要功课的压力，可能会引起焦虑。过来关心劳动部伫9月初4要开基本工资审议会，劳动部长何培山顶一日讲，目标是要擱起基本工资。新劳这边是希望会当加4%，也若头家这边是希望会当3%至4%之间就好。落尾手若是决议要加4%，基本的月给就会到28,570块，也若做3工的1点钟是190块。台湾基本工资连续8年调悬，这个月初4要举行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决定明年最低工资。外界预测这届最低工资可能会调悬，不过物价敢会受到影响，引起民众的关心。成本增加，那物价就会上涨。就算薪水涨了，也没有办法抚平现在物价通膨的问题。比起较早，基本工资调悬已经无共，这个包含劳资政学界的审议委员，罕见对调悬有共识。国内今年的最低工资月薪是27,470块，时薪183块。上总理事长柯树普表态，所属的企业甲上总调薪3%至4%，这是会当参详的范围。只不过劳方是期待至少爱调薪4%，月薪变做28,570块，时薪190块，创下基本工资连续起9届。最低工资的一个审议委员会的调幅至少要到4%。当基本工资调涨的时候，对于国内的一个改善低薪的劳动环境是有帮助。广泛的那些中小企业或者是零售业可能会比较麻烦，先调3%，再看情况的负担的程度，再来一步一步再上调。有关基本工资调整方向，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经济果实应该爱予全民共享，呼吁委员会爱考虑经济成长率、加消费者物价指数做讨论。学者认为，最低工资调悬虽然会当吸引人力投入就业市场，不过嘛有可能致使雇主无要增加人力。因为调高最低工资，让他的经营状况出现一些困难，他搞不好就不再增加人，不增聘，坦白讲，对于缺工的解决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需求就减少嘛。最低工资调悬敢会引起物价大起？有专家认为，民众实际所得增加，可能带动需求有关通货膨胀，这是良性的通货膨胀。不过明年基本工资调整偌济，也是由台审议委员会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提案开放交外省做客运的驾驶，劳动部顶个月召开下部会会议，原则上是同意，将来会进行相关法制听书。听书若是完毕，今年就有机会开放。囡仔生了少，国家上真侪人退休，公路加市区的客运业者估计，全台湾大客车驾驶欠价，即马欠2215人。交通部伫即个提报，甲客运业列入劳动部劳用外国中介技术人力计划，其中的中介技术工作类别建议新增加客运驾驶人员。劳动部正式伫8月已经开跨部会演商会议，原则上同意列入，将会进行所落来法制作业。目前规划的一些政策方向，会再提到国发会这边来共同讨论。政策有确定的话，后面会修正相关的法规。其实为着要将大客车驾驶留来，交通部伫最近已经核定延长大客车驾驶征才补助方案，伫咧训练期间补贴生活津贴。另外，辅导业者优化路线，一个放令65到68岁驶大客车。因过各种方法实施了，依然无改善，讲即马欠人的问题已经到尽崩啊！若是法制作业完成，上紧伫今年就有机会开放并用交外省担任大客车的驾驶。已经蛮久了，大概这3-4年就陆续有这个缺嘛。那代表说国内的可能对这个环境上面有一些想法，缺口太大，要个侨外生的意愿也是很重要，当然是肯定啊，那总是多一个来源嘛。客运业者表示，有更加侪人力的来源，因是乐观其成。不过，所来也要看交外省是毋是有人要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以色列就来维护伫初1的时阵爆发大规模加路的示威，因为军方伫加沙走廊拉法关口附近找到6具人质的遗体。
因抗议总理纳坦雅胡对救人是一点仔作为都无，按算车子要继续罢工。也来共一天，以色列持续轰炸加沙，有一间用来做避难所的学校起予空袭，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示威的民众爬起的高速公路、甲主要路占调的车拢无法度过。这寡民众是知影以色列军方伫加沙一个地图内面找到6具连日的尸体了，情绪激动。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恐惊这种歹消息会愈来愈多。以色列卫星曝光，这款连日是一个被发现进前48到72点钟，敢若是处决同款，互人开几落枪。There is no time at all. We are asking from our government to stop everything and to make a deal. 示威民众抗议总理纳坦雅胡双手拢是连日的血，劳工团体讲将会伫咧找日罢工。特拉回复蒙古里安国际机场自早起8点就关闭。面对这款压力，纳坦雅胡讲，不管是啥人提死连日，拢免想要谈什么协议。哈马斯国际官员讲，以色列拒绝签停火协议，是造成连日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的战火也和加沙的百姓命运愈来愈悲惨。有一间用来做庇护所的学校被空袭，造成死伤。مدرسة صفد الموجودة في حي الزيتون وهذه المدرسة التي تأوي آلاف من هذه المدرسة وهناك أعداد كبيرة من الشهداء وهناك أعداد كبيرة أيضا من الجرحى。因为加沙地区有囡仔感染小儿麻痹，也是25年来第一遍出现。目前以哈双方同意自初一到初三，每天停火8点钟，予64万的囡仔注疫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以哈的冲突，和加沙的医疗资源是严重欠缺，爆发25年来头一个小儿麻痹的案例。为了阻挡病毒拖开，联合国决定展开注小儿麻痹疫苗计划，要甲加沙64个囡仔来注疫苗。红野倒伫冰床顶，予医护人员甲口服型的疫苗往伊嘴滴入去。受到以加冲突影响，加沙地区的医疗资源严重不够。8月23日，发现一名10个月大红野，这做25天来头一个小儿麻痹的确诊病例。为此，联合国决定展开注小儿麻痹疫苗的计划，予加沙64万名10岁以下儿童注疫苗。We are right now in the central cold storage, where we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1.2 million doses of NOPV2 vaccine and approximately 400,000 doses are en route.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小儿麻痹的疫苗必须要注2剂。估计9月初1到初4会先针对中部的儿童注疫苗，初5到初8是南部地区，初9到12是北部。了后，各计4礼拜，还一摆轮流地区注第2剂疫苗。唔望予目标对象的9成人数，拢会当完整注射2剂疫苗。而南部的汉阳医师31大生开始注疫苗，予真侪家长带囡仔去病院排队等待注射。عن بدء الحملة لتطعيم ضد شلل الأطفال جيت أنا في البداية صحيح كان عندي تخوفات كبيرة من إنه أول شيء كان عندي خوف وتوتر لأنه هذا إشي بخوف طبعا شلل الأطفال ويعني حرام الإشي هذا يعني لا بتحركوا هذا شلل الأطفال بيعمل بتحركوش ولا بياكلوا ولا بيشربوا يعني بضل طول العمر فيهم صح ولا لا فإشي بخوف هذا。这个计划，各国的动员超过2000名的志工，设立超过400个注射站。不过，因为当地道路严重毁损，加上真侪医疗设施因为战争毁损，后注疫苗的计划犹原有真侪变数。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关心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一直有冲突。8月31日，伫咧仙宾暗沙，阁有船仔烧拢冤家。这嘛是中国甲菲律宾8月以来第3届发生船仔烧的冲突。那些甲邦的菲律宾船甲列些甲邦的中国船互相接近了后，会当听到一声真大的声音，真明显是双方的船已经弄着。中国海警伫8月31日下晡公布一段影片，指控菲律宾的海警船伫南海仙宾暗沙非法滞留，甲真侪个向中国海警船起坑，挑工冲撞中国的船，造成双方的船触动。12时06分，非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我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对此，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刘德军提出警告，要求菲律宾应该即时自行撤走船只，唔通互状况升级，若无爱承担所有发生的后果。而且嘛表示，中国海警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持维护国家的领土也个海洋主权的权益。
对于中国的指控，菲律宾政府嘛公布影片，反驳中国海警船不顾国际海上避碰的规则，超过3架向菲律宾的船舰弄过去，好加载无人员伤亡。过去菲律宾要指控中国伫宪兵暗杀、填海造地、建造人工岛，和菲律宾政府派海岸防卫队巡逻舰马格巴努亚号来驻守，伫菲国运补物资去船舰的时阵，搁真侪届甲中国舰艇发生冲突，最后只会当用直升机空投物资。这届冲突嘛是双方为8月以来伫当地发生的第3届船只冲突。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嘛伫菲律宾政府公布影片了后，伫社群平台 X 发言批评中国真侪届违反国际法行为，包括这届中菲的海上冲突，嘛强调美国会甲菲律宾徛做伙，共同维护国际法。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昨昏去苏扎中部一个涉嫌非法线顶跋筊、甲网络诈骗的大楼，逮捕160多人，大部分拢是中国人甲印尼人，其中有2个是台湾人去互抓起来。这个行动是以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的要求，去救8个去互压迫伫咧迄间线顶跋筊中心咧做工课的印尼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初4至初6会伫北京举行。根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顶一日讲，这届峰会会甲重点放伫咧工业化、甲农业现代化、和平安全、有品质的“一带一路”等等的议题。来看罗西亚昨昏宣布，因消灭乌克兰一波真大无人机下境的攻击，拢总伫15个州，拢总158架无人机拢甲伊拍落来。而且包括首都莫斯科的2架。因那乌克兰苏比州军事管理局昨昏讲，罗西亚半暝攻击苏比州，造成百姓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镜头转来咱国内，高雄凤山有一间当咧起的3井购物中心，初1的时阵发生同案的意外，一个铁餐 A 明明都无掉物件，伫要洗头的时阵，机座煞向转去。去喊到一个越南的移工，是当场去互地死。因那负责操作的人员嘛摔落来受重伤，拄则透早宣告不幸死亡。因那现场嘛已经去互劳工局下令停工。消防局部执行抢救，搬离开现场大机铁机也有工具机，包时间救援地伫下骹工人。另外一个方向会当看到蓝色的大型踏吊机倒去，直接降落工地，现场规个如苍苍。吊车掉下来，断掉，几个人受伤？2个人。工安意外造成1死1伤，其他工人嘛去惊到。地点是伫高雄凤山区定地兴建的3井购物中心。初2早起9点外，差不多13楼悬的蓝色踏吊机向刷转去，去带到一个越南籍的移工当场不幸死亡。踏吊的操作人员落来地面，手甲骹真侪所在骨折拢唔知人，紧急送医治疗。都没有掉料，都先往后倒。劳工局调查事故发生的时阵，踏吊无吊挂物品，准备要转西，机座煞向转去，已经下令现场停工，针对死亡的越南籍移工会协助家属来台处理后事。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后续将调查厘清确实的造灾原因。劳工局并已指派专人协助受伤劳工相关医疗及补偿事宜。我见高雄维姆营艺文中心，全台湾第3间3井购物中心，去年6月底动工，一定2026年开幕。即届发生重大工安意外，劳工局要深入查清楚确实的原因，也甲责任到底是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中公园有一个查甫人，因为拍电动去互网友呛声，一个起某卖俩，就举刀啊，讲要找对方谈判。伊举刀啊，伫咧路人乌白人，搁甲过路人辱。警方是去现场，随甲抓起来，加在是无人受伤。一名男子举刀指着民众掠过路，看到的人纷纷闪避。台中市中区台中公园附近，公园路甲市府路口，8月31号半暝11点半左右，一名28岁老实男子伫咧路的举刀挥舞，原警得到消息马上到现场围捕。这就让他人了，所以后来警方来了。对，会惊讶，有点怕。人身安全嘛，对不对？我们当老百姓的话，听到这个当然怕，什么拿刀砍人呢？那我们这里都不安全，怎么办？把人家给我扑掉嘞，这个上袂翻了，又被扑到，咱人家贼出去扑来嘞。附近的店家甲民众拢表示烦恼人身安全。
警方是强调，老嫌因为伫咧网络游戏当中去互网友呛声心生不满，所以小招伫咧半暝来到台中公园谈判，以手举的插刀到现场，以询问过路人是毋是网友，引起大家惊吓。加在警方得到消息，及时到现场逮捕。刘贤表示，因于网络游戏中遭网友呛虾，心生不满，遂辞才到至案发地，一一询问路人是否为呛虾网友。刘贤见警方赶赴现场，奔跑逃离现场，随即遭警方查获。 并于附近寻获丢弃柴刀1把。关键伫咧案发地点附近，找到老男临时弹现杀的插刀，现场是无人受伤。专案以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恐面临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台中报道。伫台中沙拉有一间中药房违法卖禁药，伊用西瓜甲麦粉以1两50万的价销卖予一个钓竿的阿伯。 算算的，这个阿伯拢总伫遮开卖490万，落尾手也是不幸过往。经过家属举报，这个案件才呢爆出来。检方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甲伊起诉，落尾手这个业者红判8个月有期徒刑，缓刑2年。 警方入去台中沙拉这间中药行搜查，业者涉嫌贩卖已经禁用的西瓜角，以1两份50万卖予第六感情4岁老阿伯，患者到尾也是过身。家属甲台中市政府检举，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药行业者4人的负责人甲4名后生，各判8个月，拢会当缓刑2年。犯非法买卖保育类野生动物产制品罪，判处被告2人各应执行有期徒刑8月，均宣告缓刑2年。 缓刑期间负保护管束，没收追征被告2人的犯罪所得，共计新台币487万5800元。业者无愿意加讲拒绝受访。根据检验调查，中药行业者卖第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印度西牛4岁老阿伯买6解，拢总开487万外。业者2个人涉犯野生动物保育法、非法买卖保育类野生动物产制品罪。 认罪了后，法院依照协商庭书判刑缓刑，条件是支付公库各5万，接受法律教育课程各2场，专案还可以当上诉。骗人的啦，骗人的，要走正统一些啦。本市13处每年有执行中医药稽查抽验计划，针对中药商、中医医疗院所。 不定期的进行抽查其使用的中药材及制剂。民众认为有疾病应该爱找正常医疗管道，唔通相信偏方。台中市卫生局是讲，食安处每年拢有执行中医药客查抽验计划，无定期抽查中药商甲医疗机构的药材。目前已经函问中药商工会，互会员知影，也搁再说明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东石海顶烟火表演，伫咧8月31举行，吸引万外游客跃入去东石的渔人码头。不过因为人伤多，造成大塞车，是引起不少民怨。 有12分钟，超过27000发的高空烟火表演，伫民众的欢呼声内面结束。暑假期间，嘉义县政府本来伫东石的渔人码头举办少年赛活动，其中高空烟火表演因为受到凯美风台影响，延期到8月31号暗时。对中到了后，游客陆续来到东石。等一下大家不用着急，那因为人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警察都有做相关的指挥交通，但是一定会塞。 所以我们会尽全力让整个交通能够顺畅，但是大家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馆长专程关心，透过无人机空气监控，注意附近的交通状况。因为游客人数超过预估，散场了后，人车做伙出现，交通更加是拍架，汽车走走停停，就连边仔的产业道路嘛塌掉咧，至少要加等1点外钟。避免国庆烟火嘛。 尤其个算暑假算刚结束，尤其个拜啦，所以讲真正塞车塞足济啊。咱中间到暗时12点还有车咧出入呢。干那渔人码头到阮店啊哩，5分钟的时间，爱变1点钟的时间，只要够夸张到伊就爆。东石附近交通无法度疏解，不只是游客无方便，嘛有在地民众怨叹。 不过，游客带来商机，帮助最近较少人的国旅市场，店家大多数会当体谅，嘛希望县府办活动会当规划更加完善。记者李小燕、陈宪坤嘉义报道。屏东县府每一年拢会举办集团婚礼，礼品是真澎湃。不过传出有人为着这礼品是逐年拢来参加，即嘛县府改报名的规定，
那参加上班爱伫个集团结婚的迄一天完成登记，避免有人重复参加。伫红地毯头前欢喜来翕相，屏东县政府伫每年10月中拢会举办集团婚礼，除了免费提供新人造型服务，也有1万块的礼券，另外有机票，也有家庭用品加抽奖活动。无想到这款的美意却是变调，我发现有熟识面长重复报名集团的婚礼。官府因此推出新的规定，新人伫当年6月初了登记结婚，应参加当年集团婚礼。不过若是还未登记的人，集团婚礼迄天必须都要登记。我们会商请屏东的户政事务所到现场来帮我们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就是以完成结婚登记为原则。有官府官员讲，近几年伫活动期间发现旧面长就惊祝贺美意予有心人乱用，除了要求参加的人上班伫当天一定要登记，也会加强跨县市的联络，避免有重复情形。也来今年到即阵为止，总共收到30对新人报名，5对候补。申办人员详细审查过基本资料，均无发现甲往年重复。不过对官府提出大礼鼓励新人结婚，未少少年族群是讲未用你礼品嚟参加。不会想要参加公众的这种活动这是你个人，就是绝对不需要这样子，也不会因为奖品呢去参加，就对。对。那算是自己的事啊，对，所以我觉得公开好像就还好，这样子，身边知道就好了。另外，屏东县境内内埔乡公所今年来开始家己办集团的婚礼，新人其中有一个人，互接伫内埔乡就发礼金3万块，另外用的是报实销2万块内底计算。屏东县政府讲，这是公所为着鼓励新人留伫在地，也通知公所进行审查，不应甲屏东县的集团婚礼重复参加。记者综合报道。10月份电钱敢会起咧，9月底就会做出决定。有风声讲，台电的会证会9月初9举行的时阵，台电会报告2种试算的版本。立法院若是同意补贴台电1000亿，可能就袂起。若无食以目前徛价的电钱，1度电2.7块来算，等于是1度电台电就要吸收1块。规年的民生用电估计就要吸收要900亿。到今年年底，台电累积的亏损会到4800亿，财务的情形是真无乐观。今年第4月调管电价了后，各界关心10月的电价敢会有第2届调管咧？因为电价调管唔但关系到台电财务的状况，嘛甲民生的物价关系真大，若无细致，可能就会引起物价大起。呼吁合力共存，为什么？可以带来稳定的发电，可以带来不排碳，也可以带来经济实惠的电价。传出台电会证会要伫9月初9进场，经济部人员署预定会开2到4场。会中台电甲报告财政甲燃料成本，予电价审议委员来参考。若说台电会当得到立法院通过8补1000亿的预算，安尼今年可望拍平。毋过若是无得到1000亿的补助，等于是台电今年会了1000亿，累计亏损达到4800亿，挖进资本也5800亿，增加破产的风险。以台电顶半年卖电的成本，每一度电4.12，因应国际的燃料价销有较落，成本降到3.84块。目前工业的电价每一度是3.81块，按过自体电价每一度是2.7块，等于是台电每一度电吸收1块，全年民生用电吸收将近900亿。台电的资产就是这么多，那如果一直持续累积都没有改善，那当然它一定会遇到最后那条可能大家去预测的，就如实的把我们的成本的情况告诉电价审议委员会，由他们去做最后的决定。台电现在的这个售电价格太低，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电价调涨的部分，电价调涨当然有其必要了，然后应该要做到使用者付费。行政院明年嘛会编列1000亿的预算来补贴台电的亏损状况，不过专家认为，干那靠补无法度为根本解决台电了钱的状况，呼吁用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才当有助台电健全营运。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了解国家机电发电法实施以来，台机伫各地发电的情形，文化部办国家机电发电会议，台湾台机已经办3场啊。8日伫金门这一场，在地乡亲是真不满。因认为讲，因讲的话叫做金门话，甲台湾台语是平悬的地位，毋是台湾台语下骹的一支地方的腔口。
为着要讨论台湾台语的各种议题，八日文化部伫金门有办国家语言发展会议，说因为甲金门腔看作是台湾台语的地方腔，互在场的金门学者乡亲真不满，希望正名做金门话。呼吁政府要重视金门话的腔考察和历史发展上的主体性，爱甲金门话看作和台湾台语共地位。金门人认为我们讲的话就要叫金门话。整个语法法，包括这些语言名称的讨论过程，我觉得金门人不是没有发生，也有发生，但是可能相对小声。所以台湾的官员或是学者、主其事者在规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忽略了。针对金门话的名称，文化部表示绝对会尊重在地叫法，嘛指出金门话若准要有独立的语言认证，也要金门县政府导出来。无想到讲。阮的一寡作为，是实是用表达了无好的时阵，会互咱金门的乡亲感觉讲像受压迫。这个代志，阮会检讨，绝对会来处理。所以名称是一回，名称我头已经讲啊，这绝对尊重吼。看大家是要用金门话，还是要用金门闽南语，这就大家落去讨论。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教育部的台湾台语词典一寡词虽然台湾本岛嘛有用，不过有的甲金门的用法是真无相，嘛有小学的老师讲，目前金门话的课本也是民国100年的时县政府自编的教材，已经无下108课纲和需求，呼吁文化部和金门县政府拢要重视。伊的用法，甲金门人平常时的用法可能都无共款，啊，今仔记一个语词伫遐也无用法。所以对金门人来用这词典，其实都足无方便的。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这个叫做罗马音标，伊是无伫个课本内底的。但是即摆伊若要学闽南语，伊拢需要看这个音标吼。所以这个希望未来伫个编教材的时阵，会用归这个部分放入去。现场也有几位参与者表示，侪金门人也毋知有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会议，要求文化部针对金门话的讨论，伫台湾甲金门拢加办一场。会议主持人是表示，会甲这个诉求讲互文化部了解。记者刘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为着互子孙会记得家己的根，花莲德鲁区的基佬吴忠兴用10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来记录无共部落过去传统的领域甲前线的历史。今年拄好是德鲁区正名20周年，伊嘛发表伊记录的成果。有所伫松林爬山，今年已经86岁，太鲁阁长老吴忠兴为了调查各部落传统领域甲前线历史，伫秀林乡、万英乡的深山来去，就算地动了后，山内崩塌严重，不过伊也是带部落青年追寻祖先留来拍来的路。我是现地花10年的时间，发动了180多个人。在这里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去查，而且所有的部落也好，生活地点也好，都有精确的 GPS 的那个记录。吴忠兴是秀林乡文安部落的人，少年做兵了后，转做学校的教官，对家己族群的历史一直有真大兴趣甲责任。所以，伊甲10年调查资料整理做册，要互部落青年知影家己为倒来。以岁月心血踏勘本乡。境内有192处，万荣乡境内有124处的旧部落的生活据点，精要的整理了太鲁阁族所有的一个迁移的一个历史。拄到太鲁阁族正名20周年，公所特别公布这本珍贵的调查记录，讲到400年前，先走为基来山西平，一路向东来到立武溪、刀赛溪、木龟溪源头，创立真侪工园。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来，因为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名称而已，是它的内容，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怎么样重新找回来，我们的祭典、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生活的领域。另外，册内嘛有讲到族人拍拉文化，并完整记录太鲁阁抗日战役。吴忠兴希望这本册除了会当做教科书参考以外，更会当建立后代族人若是要知影历史有一个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三麦洞布袋戏团，让6年的时间，即马阁推出新的作品。这个演出拢总有70仙翁仔会做回来演出，而且应用创新戏剧的方式。要互大家来思考放弃急救、甲善终、生死相关的议题。故事的主角之一倒伫病床顶面，身躯边的家属面对着治疗，互伊一世人倒伫温床，也是放弃治疗，互伊离开的选择。
嘉义县布袋戏表演艺术团队3脉堂新推出的红仔音乐剧当中，加入病人尊严甲善终的议题讨论。放弃治疗这件代志袂当用这个名词。因为放弃治疗就是你放弃伊的希望。咱是选择要互伊好好去，还是要选择互伊留落来较久？这是一种选择，永远拢毋是放弃。因为破病无救，迄当阵就感觉讲实在，当阵我看较哭。即届呢，伊竟然阁有一个讲救到要救，我天啊，为虾米？做人一定要遮尔揪心。3脉堂自2018首演音乐剧《如情似水》了后，故事甲角色拢受到真侪人的介意。经过6档以后，这届新推出的作品，若增加生死议题讨论，搁制作新的音乐甲22声新的红仔，希望会当互这出音乐剧有新的感受。希望这首曲子里面要传达的也是，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怀抱着自己的理想，然后继续往前进。这出音乐剧串在一起，然后还加了公孙长歌啊、去年的莫浪等等的一些主角，都把它串联在一起，这样。3脉堂表示，因的红仔音乐剧不是单单武侠的功劳，颠倒较侪人性亲情的故事，即个透过团员自身的经历来写这个剧本，唔但分享因对病人生死的看法，嘛希望透过故事，会当互大家来重视这个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看排球世锦赛好消息，咱台湾U17排球代表队去保加利亚比赛，第一铜牌战以3-2拍赢真强的选手西班牙，是成功摕到铜牌。这嘛是咱台湾伫世界级的排球比赛摕到头一块奖牌，嘛是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关键一个杀球对手无多接落来，现场传出欢呼声。教练上上台甲选手莫斗阵，台湾男排创下纪录，伫U17世锦赛夺得铜牌。大家欢喜斗阵翕相，心情真激动。台湾排球少年到保加利亚征战U17世界排球锦标赛，一路克服困难，成功进入4强赛，最后伫铜牌战是以局数3-2拍败对手西班牙。我们心里就想说，他们4强，那我们也要4强。那个时候教练在比赛前就鼓励我们说，假如我们夺牌的话，就可以跟大家，一直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拿到那个世界第3，这样讲的。然后女排局的教练这话后，团队士气拢有起来。比赛时接发球无顺，随调整。第5局大战中险胜，难免遗憾讲无摕到这金牌。不过教练依然真俄罗选手的表现已经超过预期。本来是目标设在8强，我是来到了这里才有稍微有比较大胆的想法，有夺牌的机会，反而他们后面有点绑手绑脚。回想这比赛过程有夺牌机会，教练坦白讲，选手发都当有压力，一直甲精神发话，爱大家莫想遐济，好好拍球。即摆得到铜牌，除了欢喜也是欢喜，更加写下台湾队史上好成绩，摕下排球史上头一面世界级的奖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7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